小姐，拿走。怎么回事啊？退下吧。是。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能不开心呢？只是可惜了，爹娘和大哥看不到。不过呢，也没有关系。在我们礼成之后，可以去好好祭拜一下他们，是不是？顺便还能给秋水一个惊喜。我早就说过，我的夫君一定要是威震武林的大侠。这个便是威震武林的英雄令。今日我便将它给你，日后我们可以共同号令武林。二哥，我本是一介孤女，幸得萧家抚养长大，还习得医术，行走江湖。我早就立志，要帮助更多的人，而不是寻一人成婚，相夫教子，了此一生。不过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已经想通了，人啊，还是要向前看，没必要再为那些没用的执着了。人啊，还是要向前看。没错，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，就是要你死。为什么整家人都要背离我？
只有你死了，才肯留下来。我要让你们最终都知道，谁才是我们萧家的荣光。你倒是真难请啊，总算来了。来，坐，坐呀。萧开燕，姐姐在哪儿？别急啊，今日是我跟雪玉大喜的日子，好久没跟二哥喝了吧？来，跟二哥好好碰一个。怎么？怕里边有毒？你放心，现在还不杀你。嗯？这么多天，我们寻不到雪玉姐的下落，竟是你将她软禁于此，逼迫她完婚。这杯酒我不喝，你不配。你看看你这副样子，你现在还像一个人吗？你难道忘了吗？从小到大，最护你的就是雪玉姐。我听说什么了吗？最护的就是我。你说你们最护的就是我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跟你们好好算算萧家的账。从小到大，从小到大。你生来就享有主角光环，像我这种炮灰，一辈子没什么大出息。娘就教我，一辈子只要安安分分的活下去就好。倒是器重你和大哥，可是萧逸人呢？刚愎自用，哪有什么少将门之风？你除了会惹祸，又有哪一点比我强？我告诉你，今日这武林，这天下都为我所有。我想要什么，我萧开燕就能得到什么。
姐，为什么连我大喜的日子也不能如此称心如意？姐，姐姐，我是秋水，你别笑我，姐姐。萧雪雨，我大义未成，你凭什么死？萧秋水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让我死啊？我和他大喜的日子，他竟然只想着杀了我。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费尽心思抛弃一切，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？姐，弟弟带你回家。我落寻也跟着。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机会，但他还是选择背叛我。但凡是你在意的东西，我都要毁掉它。你姐姐死了，你还在隐忍什么？杀了我！杀了我呀！杀了我！你就找不到吴将军了。萧秋水，孬种，他是个孬种。我不杀你，杀了你，还有谁能看到我一统天下？让你活着，比让你死了有趣的多。你真可怜。若论轻功啊，你们三位可算是名列前茅。这话都已经听腻了，但今日由你说来，
那我便不谦虚了。可惜呀，内功跟剑法如果跟我们大西武林比，在这个卧虎藏龙的地方，你们还是差点意思。卧虎藏龙，依我看，你们是藏污纳垢。要不是你们大西中出现败类，萧开燕怎能将吴杰擒住？哼，吴将军果然在此。哎，告诉他也无妨。那吴杰无法回京复命，已令朝廷猜忌不满。即便现在放走他，也无法阻止咱北荒的大计了。你们三位号称武林奇宿，可是在我看来，不过是贪图富贵之人。要不然，怎么会被萧开燕差使？哼！好啊，燕狂徒，你被称为大西武林第一狂人。那今日，我们便想好好的讨教一番。讨教？怎么讨教？就凭你们，也想撼动大西的江山？今天我燕狂徒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大西武林真正的功夫。燕大侠，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原本想看在鳕鱼的面子上饶你一命，现在大可不必了。吴将军在哪儿？吴将军已经不重要了。燕大侠，你这身武功，我便尽数笑纳。这便就是武林第一狂人的内力吗？好，燕大侠，多谢馈赠。你就是一只只会偷东西的老鼠，想让我们大西陷入水火之中，你做不到。
陛下。退下吧。陈州，快，不必拘礼，过来，陪寡人喝几杯。陈州，请。这仙人关，哎，你我兄弟难得欢聚在此，咱们今日不谈其他，只喝酒。陈州，陪寡人共饮此杯。陈州啊，你可知这美酒是从北荒传来的？若是能借此机会停战议和，我想日后这美食美酒定会源源不断呢。停战议和，陛下有所不知吧？北荒铁骑即将踏平仙人关，若一旦失守，这大西境内一马平川，无要隘可守，国都沦陷。陛下，这又是谁的责任？陈州，你何出此言呢？现在不是正在和谈吗？谈何关破之语啊？难道是有人想趁着大西和北荒交战之乱乘虚而入，图谋不轨？这么些年，我知道，一直都有流传，说我贪图享乐，无心收复中原。但你可知，这大西积弱多年，再打只会越打越弱，百姓不理解寡人，难道陈州你也不理解吗？寡人做的这一切，皆是为了大西的江山社稷。江山社稷，陛下真的为大西的子民考虑过了吗？若能谈和，又岂能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？再战之乱，究竟于何人有好处？还有那个吴杰，迟迟不肯回京，他的吴家军在前线更是不听调令，莫不是有人在暗中与这吴家军配合，才让他们如此忤逆啊？将士征战沙场，死伤无数，将军被奸人所害，生死未卜。陛下，你如今不去抗敌，却对我一个闲人百般的猜疑，如此下去，这大西如何能不亡？李晨州，你大胆，竟敢口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！太宗马上定国，太宗文成武治，古往今来四海皆服，固步自封那就是死局。委曲求全，岂能长治久安？这大西已经有100年的基业，就只差朝廷的一念之间。你真是扫了寡人的雅兴。本来想和你多喝几杯，如今看来是你不想。寡人国事繁重，不送。这酒我喝够了。这杯酒，我敬前线的将士，敬那些死去的江湖儿女。你仔细看一看，北荒一边假装和谈，一边蓄谋南迁。陛下可还记得，当年挥军北上，收复河山的宏愿？
神州会以自己的方式实现，好自为之。李晨舟，别怪我心狠。求死这条路，是你自己选的。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回家。
师兄姐，帮助他。通知帮中元老，3日后合葬。对外密不发丧，只说陈州去远山修行了。我一定要为帮主报仇。后面还有事要你办，灵堂之上必定会有人来闹事，你要做好准备，要让陈州最后一程走得安心。是。陈州在进京之前，应该就已经想到会有今日了。我方才找到他一早就留下来的密函，上面写着，若是他遇到不测，就将此物与他随葬。禀赋。是他们帮中那位传来的，他的消息从来不会有误。真死是最好的嘛，假死也便罢了。只不过这时候多了兵符便好。
改观吧。随风，萧燕，怎么这么着急下葬啊？姐姐也在，不回唐门给老祖宗守孝，在这里给别人哭丧作甚。你们果然来了，终于把你们给引出来了。水王、神王，帮主对你们恩重如山，连你们也反。我在江湖暗伏多年，搜罗情报，暗中传信，从不失手。自从得知李晨舟中毒已深，药石难治，我就知权力帮气数将尽。今日治丧的信，就是我连同手下拿给萧开燕的投名状。好，那你又为何？我们一贯不和。剑王死的时候，我就想反。如今李晨舟已经死了，帮中有你柳随风画事，哪还会有我的位置？两个无耻老贼，为你们留的刀，今日就一起用了。南宫无伤，连你南宫家都甘心为萧开燕卖命了。权力帮江岛，你们几个能成什么气候？我这就夺下兵符，立下首功。生姐，你们护好灵柩，我来清扫门户。
知道你们一直对我不服，可是我真没想到，你们会投效敌人，颠覆唐门。事到如今，你可有悔？当然有悔，悔我为何处处败给你。嫉妒之心，每个人都有，但你错，就错在被你自己的嫉妒控制，而被他人利用你当作刀使。爹爹，女儿为你报仇了。李晨舟，我不管你是真死还是假死，再杀你一次，也不费事。岛主，陈舟，好你个李晨舟，毒不死你，就杀了你。
千方百计引我来，闹得个如此下场，也未曾伤我半分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李神州，多谢了。公子，公子，风哥哥，帮主没事，随风别安心了。公子，事关重大，孤儿对你们都隐瞒了假死之事。原本设局是为了拔除帮中内奸，却不想让随风受了重伤。陈州，你体内的毒还未全解，万万不可再动用全部内力了。等我们救出吴将军后，再让药王帮你好好调理调理。蓉儿，天下已救无可救。若吴将军真的命丧奸佞之手，消息传开，激起民愤，聚众之攻击外敌，或许才是当下最佳的选择。为何突然这么想？权力帮内奸如今已经拔除，我们或许有机会救下吴将军。我心意已决。陈州，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陈州，我懂你心底真正的想法，我替你去走这一遭。
公子，公子，小心，公子，公子。我为什么还活着？是帮主给的固本碧螺丹，这才救公子一命。那帮主他自己呢？公子放心，帮主无碍。他命我好好为公子养伤。我本想着去救帮主，没想到到头来又一次被帮主所救。多亏了帮主啊，公子此生只会为帮主和诗荣姐不顾性命。那在灵堂之上，公子竟会舍命救我。追踪风雨回营，西南方向。唐姑娘，秋水让你把追踪风的药粉涂在护肤上。北荒大军已前往仙人关，时机已至。 即刻起，先遣精兵分批出发，从内攻破仙人关。是。吴杰眼下已经没用了，请3位前辈细细听我的安排。接下来将吴杰押往万松亭，海寝之后，在仙人关
集结北荒大军，奋力一搏。武官，我都查清楚了，那水寨入口压根不是一处，而是这一大一小2个地方，我都标记清楚了，都差不多远，是吧？对，我们差点被发现了。那龙角水道老巢，藏的可真够深的。对。好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武官一条心嘛，对不对？一条心。秋水哥哥，不好了！你派人盯着水路。果然发现了潜藏的北荒精兵，现在正在往仙人关的方向赶着呢。看来北荒人的狼子野心，彻底是藏不住了。只是吴将军不在，若北荒人大举进犯的话，仙人关恐难抗住。这样吧，梁王，你带一部分人去仙人关救援。我呢，去水寨救吴将军，就这样，大家分头行动。好。既然命运让我做这江湖的炮灰，那我就将整个大戏踩在脚下。
我来陪你。人生真是寂寞如雪。人间不过寥寥几句谈笑，数天快意。夫人，你们没做的事，我去帮你们完成。